讲到这228事件发生到今已经满77年了。为了要让更较侪少年家了解这段历史伤痕，知影今仔日为虾米休假，民间团体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共声音乐节，到今已经是第12届了。现场有展览、演讲，还有真人图书馆，甚至是音乐演出。希望这段历史呢，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和愈侪人产生记忆的连结。另外，台湾国家联盟也伫咧自由广场举办追思纪念会，要求政府就要赶紧落实转型正义和历史的深化教育。我们就希望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展览，就是可以带领提供大家一个重新进入或者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一个入口。导览人员伫现场带大家来回顾228事件到今年已经满77年，为着要让愈侪少年家了解这段历史伤痕，共生青年协会办共生音乐节已经12年。今年的主题是伤痕的道声道，对母语绘本朗读甲介绍相关的文学、电影作品等等，来让大家找到家己和228的连结。咱想要让大家知影讲，去接触历史，其实唔是一个敢若一个就严肃的一个物件啦。就其实咱会当用别个方式去接触这个历史的事件，安尼。共生音乐节今年办伫自由广场，有侪少年家来说。同所在另外一边，台湾国家联盟嘛办追思纪念会悼念，邀请受难者家属来讲过去的遭遇，毋望台湾人毋通忘记的历史的假实，袂当互民主自由倒退路。联盟嘛要求政府应当赶紧落实转型正义和历史的深化教育。去年咧举办228纪念活动的时阵，我发现讲有60%的台湾人唔捌有228事件，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历史教育。我咧想，咱台湾人都爱有一个自觉。无论是追思会还是共生音乐节，拢是徛伫历史教育的角度，下晡有袂少家长带囡仔来参与共生音乐节。活动到下暗就小有乐团表演和演讲，暗时8点嘛有受难者的唱名仪式，希望会当互台湾人会记得这受难前辈的名。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